你竟然到而家都唔知，原來深圳可以用醫療券？但唔係間間都得㗎，深圳愛康健口腔醫院就可以幫到你啦，仲要喺羅湖口岸出關，行幾分鐘就到啦，超方便。呢一度幾層樓高，環境非常寬敞舒適啊，有埋茶水同小零食提供。我哋提前預約咗啊，好快咧就有職員帶我哋做洗牙啦，同埋檢查。整個過程咧，個職員都非常貼心啦，同埋都識講廣東話噶。而佢一啲都唔會 hard sell 我哋啦，而係按翻實際長老嘅牙齒狀況啦提供意見。由於佢知道長老係好驚整牙嘅，所以佢都冇話建議做植牙嘅方案，而係做一個活動假牙。佢亦都會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啦，植牙同活動假牙嘅分別啦，同埋價錢上個分別嘅。終於揾到一間啊，可以幫長老處理到一牙齒問題啦。買入原來做一啲特定項目啊，使用醫療券1000蚊啦，以上就可以送你多500啦。想知更加多，直接同深圳愛康健口腔醫院查詢啦。